今日帶大家嚟到三鄉最受港人歡迎嘅華發觀山水呢度睇睇呢個項目。而家嚟到我啲區域呢度睇一睇，從我啲項目去到三鄉同埋坂湖嘅高速路口，咁5分鐘左右嘅，可以去到我哋中山西環高速啦、港路高速同埋紅海高速嘅喎。項目去到廣州都係個零鐘，去到我啲中山都係20零分鐘咋。去到我啲珠海市區都係20零分鐘，咁去到我拱北口岸咧，大概都係30分鐘左右嘅。項目呢度去到我啲港珠澳大橋，大概都係35分鐘左右。去到我啲香港啊、荃灣太子，個零鐘頭都可以去到噶啦。從區域圖呢度可以睇到，嗰啲項目咧去到周邊嘅城鎮都係非常之方便噶，可以享受到三鄉啊、坦洲啊、珠海啊、中山主城區所有嘅配套嚟嘅。從項目出發去到我啲三鄉，大概都係7分鐘車程。呢邊有我哋三鄉有山澤醫院啊、三鄉市場啊，同埋大潤發超市啊，同埋嗰個1+1超市啊、信昌廣場啊、通大百貨啊、雅居樂車站啊，同埋三鄉呢邊都有我哋幾大景點嚟嘅，同埋啲中山溫泉高爾夫球場，同埋呢個羅山妹山，同埋中山溫泉、中山泉眼，都係非常之出名嘅景點嚟嘅，遊學玩樂都非常之方便噶。我哋三鄉呢邊係出名嘅僑鄉嚟嘅，每年都有10幾萬嘅港人翻嚟呢度度假同埋居住嘅喎。而家嚟到沙盤呢度睇睇啦，睇下成個小區嘅佈局係背靠我啲五背山生態保護區，同埋面向嗰個沈灣海嘅。睇裏面睇個風水係非常之唔錯嘅喎。項目咧係分1、2、3期，目前1、2期已經係全部賣晒嘅啦，日貼率都有80%，同埋我呢個別墅都差唔多賣晒，剩翻幾套嘅啫。而家在售嘅係新推嘅15棟樓王單位嚟嘅，全部都係帶精裝發售嘅，面積有85方3房1衛，同埋108方3房2衛戶型嘅喎。講翻我啲成個小區仲有其他戶型賣嘅119方同埋95方嘅面積，不過都係少量單位嚟嘅。呢度係非常之成熟嘅一個大型嘅社區嚟嘅。我哋成個小區佔地有700畝咁多嘅喎，屬於國際生態大城，依山傍水，非常適合居住養老嘅。小區門口仲有我啲直達香港嘅中山新征直通巴士站點，每日往返2班，可以去到我啲荃灣啦、太子啦、柯士甸站。業主只需要用手機掃下方嘅2維碼，就可以直接買飛上車噶啦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家睇翻我啲小區嘅生活配套，唔係單純得一堆樓咁簡單嘅，我背後就係成個超大型嘅生活社區嚟嘅，係咪睇睇係咪超級大嘅？我哋小區自帶呢個商業街約1.1萬平方米，所有嘅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嘅喎，有我哋嘅商業街、社區醫院啦、業主食堂、港人驛站、香港樓巴車等。我哋嘅商業街呢邊仲配有我哋嘅美容院、SPA 館、理髮店同埋彩耳館，仲有我哋嘅大型汽車美容中心。參觀一下我啲商業街嘅配套，有我啲全國各地嘅不同嘅食品，包括川菜啦、湘菜啦、潮汕菜，仲有對應港人生活習慣嘅茶餐廳、咖啡、奶茶店等，衣食住行全部都係無憂嘅，高品質低總價，現樓的優勢，成為唔少港人養老度假的首選。銷量已經係最好嘅證明之一。可能呢，你覺得佢唔似珠海主城區或者坦洲咁近關口，
而家呢，港車北上，從我哋觀山水去到港珠澳大橋關口，大概都係30零分鐘啫。車程成個大灣區嚟講，呢個時間已經係非常有競爭力㗎。小區背靠約17萬畝五桂山，每日釋放8萬個立方嘅負氧離子，面對住約1.3萬平方嘅詩意湖泊，推窗即享一線湖山美景。住喺呢度呢，雖然冇城市嘅熱鬧，呢度近似安靜啲桃花源。我哋嘅小區綠化率達到48%，空氣中係滿滿嘅負離子啊！住喺呢度好似住喺度假村入邊咁樣，非常之適合養老同埋居住嘅。小區入邊自帶約4000平方嘅家寶觀山水幼兒園已經開園啦，家門口就可以返學噶啦。睇翻我啲小區嘅環境，睇下藍天白雲，係非常之賞心悅目嘅。背靠嘅係我哋嘅生態保護區五桂山，空氣中都係滿滿嘅負離子同埋花嘅甜香。住喺呢種環境，命都長好多嘅。而家睇翻我啲小區嘅路間距，路間距都係相當嘅闊綽嘅，全部都係坐北向南嘅一個朝向。風水嚟講係特別係有助於我哋身心健康嘅。小區自帶3500平方嘅多功能商業配套，目前設置有健身房、室外池、乒乓球室同埋兒童娛樂室，打造全聯電休閒活動區，設置籃球場、羽毛球場等分區。花園入邊仲配有我哋嘅兒童遊樂設施啦，同埋老年人健身設施、環氧跑道。每一棟樓下都係架空層，打造不同主題嘅範圍所。無論翻風落雨，都有我哋娛樂嘅空間。我哋小區嘅物業係由華發物業承建，國家一級物業資質，24小時體貼服務，而且保障了我哋一個品質交付標準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上樣板間睇睇啦。而家嚟到我哋個示範單位，呢度係2梯4戶嘅，呢邊係我哋85方嘅3房1衛嘅戶型，嗰邊呢係我哋108方嘅3房2廳2衛嘅戶型。行過嚟睇一睇啦。門口呢個位置都可以自用嘅，放翻啲鞋架喺度都係唔錯嘅。入門呢個位置呢，開發商做咗個書房，有一半面積係贈送嘅，係非常之精緻嘅。我哋嘅大廳呢邊呢，做咗南北對流雙陽台，感覺係非常之通透嘅，光線都係非常之足嘅吓。睇翻我啲廚房呢度做咗個 U 型嘅廚房，從廚房呢個窗望出去都係望住我哋五桂山山景嘅。廚房個光線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呢個生活陽台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做咗我啲晾曬區，望住嘅都係我哋山景同埋園林嘅風光。睇翻我啲大廳呢邊都係非常之方正同埋溫馨嘅。我哋嘅主陽台望住嘅係園林嘅景觀同埋別墅嘅景觀。主陽台呢邊係非常之陽光燦爛嘅。陽台呢邊望出去嘅景觀都係特別養眼嘅。過嚟我哋嘅休息區呢度睇一睇啦，做咗動靜分離嘅休息區。睇下呢間係父母房嚟嘅，父母房都係望住係出邊嘅園林風光同埋別墅景，成個採光面都係非常之足嘅。呢度呢係我哋一個乾濕分離嘅公共洗手間。睇翻我啲兒童房，做咗個創意兒童房，榻榻米嚟嘅。兒童房望出個景觀都係非常之靚嘅。而家嚟到我哋主人房呢度參觀一下，呢間主人房嘅佈局係超級大氣啊！
窗邊都係望住我啲園林同埋別墅啲風光。果然向南嘅戶型都係特別光猛嘅。呢邊仲做咗個衣帽間同一個主人房嘅乾濕分離洗手間。我哋過嚟我哋85方嘅3房1衛嘅戶型，睇睇我哋嘅交流標準。入門呢個位置可以做翻一個鞋櫃嘅。呢邊咧係我哋嘅廚房嚟嘅，呢個係交流標準。出邊仲有個生活陽台，你亦都可以打通佢封翻個窗嘅。呢邊咧係我哋嘅飯廳位嚟嘅。睇翻我哋嘅客廳位都係非常之方正嘅，採光面依然都係非常之強勁嘅。呢邊係向南嘅陽台，望住嘅係園林嘅風光，係咪特別舒服啊？嚟到我啲動靜分離嘅生活區呢度，呢個係父母房，飄窗嘅位置都係贈送嘅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床兒兒童房，飄窗嘅位置都係全面贈送嘅。睇返我啲主人房呢邊，朝南嘅採光面非常足啊！而家大家睇到嘅就係我啲交付標準嚟嘅，所有嘅裝修配套都係非常之大氣同埋高端嘅。我哋只需要配翻啲家私家電就可以即刻入嚟居住噶啦，全部都係現樓發售，即買即辦證即收樓。而家成功上車，只需要加多9999蚊，就有2個產權車位贈送嘅，優惠力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如果大家對呢種適合養老居住嘅環境有興趣嘅話，嗱嗱聲私信我啦。